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来当这个日子来做伙敬拜上帝。请奏乐。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请咱大家来念圣诗66首。圣诗66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的人，天顶地下开声来吟，阿罗圣主成做咱人，哈利路亚，阿罗齐声，天父找伊独生圣囝，为我罪人放杀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天。请咱起立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5节。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第四摆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作活，上天，加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回应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是经文44，是以赛亚40，是1079页。请咱三甲来回应来。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主民，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认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着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荒土收平咱的上帝的大道。逐个山道拢要喷火必应。大细山头拢要破空气，万恶的要解互敌，天要受风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人拢会看见，上主有安尼亲自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啥物？就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上主的气吹伫顶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咱的色领的人啊，着大声报。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来大冠冕来临。伊要欢迎你，伊请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主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我互伫眼前。伊要带遮个互羊仔乡的父母稳安平。这是请咱大家按下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引导阮来到你的面前。伫大港节的日子主日，阮伫遮做伙点灯蜡烛，代表有期待、盼望、悔改反省的紫色蜡烛，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嘛提醒阮，今生等待主耶稣基督复来，照着安尼反省阮平时的言行，甲对上帝的信心，阮真正能力常常伫生活中，因为家己的需要来袂记个助你的教示甲教导，来做你所无欢喜的，求主赦免。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为着阮的罪，你来到即个世间，帮助阮，互阮有即个机会明白你，有机会领受你所赏赐互阮的恩典。伫今仔日即个大港节的主日，互阮透过即个主日来孝念你，为阮所做的
无论是来到即个世间，还是离阮伫顶世伫十字架顶，因为你所做的是带来愿望，互阮知阮的一生有即个愿望，甲阮伫咧，互阮透过这4个礼拜，对第1个礼拜到第4个礼拜，透过每一件的主日礼拜，互阮看见主你的救赎、你的帮助、你的引带，甲你的带领，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拯救。主伫来讲这期间，阮特别为家己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会当用悔改的心，互阮的生命得到重新的改变，来迎接救主圣囝降生伫阮的生命中。主啊，求你的神，即时阵临在阮的中间，安慰阮、鼓励阮、激励阮，互阮忏悔的心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接纳，得到你的鼓励，互阮欢喜快乐的心得到你的感觉。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救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要请圣华弟来献诗，因今日要念的诗是看见上帝，是咱这个天使的名名。各位兄弟，我用一点仔时间吼来讲咱的这个歌词，咱来使看这个歌词吼。因为我这个中文的翻译，我后来有小可甲改一下。原因是因为伊有无共款的版本的翻译吼。后来我有看到较好的英文的翻译吼，伊的意思我感觉讲较接近伊本来的意思吼。咱就是讲，咱即首歌是叫做《天使的灵》，其实伊就是讲耶稣基督。这是伫圣，一般是伫圣餐的时阵的一首歌。吼所以这耶稣这个天使娘娘，这个就是代表讲就是耶稣的身体为着咱来拍破。这第3句这个所在讲吼，这个天顶的这个娘吼，我这边是翻译讲将指所有的有言，因为伊这 figures 吼 ，figures 这个意思是敢若咱的 figure， 咱英文迄个 figure 就是讲，伊是一个敢若拿图，嘛会使做迄个有言的意思啦。那个 terminum 就是意思就是讲将指，所以这是依照这个字面爱来翻译是将指，但是规句是啥物意思呢？规句就是讲耶稣基督会降生，伊满足咱所有的需要，已经成全所有的预言，所以咱会当看伫圣经内底会当看到，迄个耶稣第一届来的时阵，伊就是甲旧约所讲的遐预言拢已经实现了嘛，到伊搁来的时阵，伊就是要将规本圣经所有的遮预言完全拢实现。这个预言是啥？就是上帝的规个伊的创造甲救赎，甲规个这个计划，是甲这个所有的这个计划，所有这个预言实现，所以是成全。所以我是感觉讲，后来有看到人是有是用成全。这个意思有成全所有的计划，成全所有的预言的意思。所以讲，咱知影耶稣讲，咱即马伫大讲者，咱知影讲，咱所定好的是啥物？就是耶稣要搁来，伊要成全所有上帝所有的计划，伊要成全所有的咱所圣经所看到的启示的预言。搁来就是伫后壁吼，讲足奇妙吼，食着上主的圣体的，但是这个字的本身曼都卡是迄个食的意思，多面论是就是上帝的意思，但是主的意思，所以主的圣体，咱食着足奇妙的代志。当然，因为这是较是偏伫天主教的歌，天主教因有一个敢若奥秘论，就是讲迄个圣体伊真正就是上帝的圣体，迄是一个奥妙的迄个理论吼，但是就咱基督徒来讲，咱会当领受到即个主的即个救恩，这嘛是足奇妙的吼，所以咱用安尼来理解。后面即句我本来是写讲，包括善巧人
萝卜甲卑微者，但是后来我有看到别个无共款的英语的翻译吼，伊就是讲，咱来看即个蒜香啊，迄个萝卜啊，甲卑微，这是可能是咧讲啥人？其实是咧讲耶稣。所以伊即句接伫即个圣餐后壁，其实伊是咧讲耶稣。耶稣伊来诚做咱的救赎。耶稣伊是本来是伫天顶的上帝，啊，但是伊甲上帝是共款伫天顶荣耀所在，但是伊放落伊的本来的迄荣耀，伊谦卑家己，谦卑家己，互家己，甲即个世情来。伊伫世情的时阵啊，伊毋是伫迄个做好业所在，伊是降生伫马座内底，伊的一生拢是伊困的时阵嘛无一个，连迄个业头所在嘛无吼。伊是做卑微，伊是做善车，伊一生就是安尼，敢若足欠亏遮，但是伊若足卑微，啊，伊是为着要来救赎咱，为着要来，伊甲耶稣洗骹，伊足谦卑的，伊替耶稣，替咱所有的人来服务，来拯救咱吼。所以讲，即个规个意思是安尼。我愿望就是讲，因为唱歌虽然是现场的人咧唱，但是就是愿望讲，咱大家共款伫咧唱歌的时，咱嘴咧唱，但是心爱和吼。所以咱爱知影即个意思。咱是即个过程中其实是咱做伙，甲咱的即个心意来献互上帝。
以上显示，愿一切荣耀归上帝。咱三甲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第新约路加福音1章68节到79节。路加福音1章68节到79节。华本伫77页，现代中文本伫92页，台语汉语版伫65页。就是咱来。68节，叫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到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掀起拯救的角，伫伊的路途大笔的家，照伊对世间以来用伊圣的先知的嘴所讲的，就是救咱脱离对敌，甲囝万分咱的人的手。来行灵敏，伫咱的列祖来纪念伊成的约，就是甲咱的祖亚伯拉罕所受的誓，互咱已经脱离这个对敌的手，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性用义，无惊来服侍伊。影，你也要称作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示范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就知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照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拣选的儿女同在。今日牧师要教咱的信息是看见上帝救恩，看见上帝救恩，请咱当面来听。请咱同齐昂头来祈祷。听阮的宝贝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身体健康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恳求圣神甲阮伫地，互阮听了明白，嘛有气力去行。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弟平安。平安。我要请所有兄弟做一件代志，就是对你的厝边头尾讲平安。平安。平安。跟你的左邻右舍道平安。好。对疫情开始，咱定定所惊吓的，就是毋知影身躯边的人、厝边隔壁有人着奖无，有人去染着感冒，是咱所惊吓的代志。若看见今日咱边仔的人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其实毋那是家己用嘴讲感谢主。做做，咱真正是爱甲咱的兄弟姊妹讲，乌老主，咱犹原会当伫伊的面头前徛在，伫即个世间的日子，定定咱看见艰苦的人，无爱嘛无意爱，伫世间的日子伫生活，因为迄个苦。互伊无介意伊的性命，无介意伊的人生，无介意伊的生活。伊的性命，伊的生活过了无毋忘。对安尼的人，伊要讲平安，介困难；伊要讲感谢，嘛介困难。伫大抗战的这期，
咱要用啥物个心来备班，来听旨，耶稣会过来。每一摆，咱伫讲圣诞节，耶稣会降生的时，除了咱家己伫心肝头讲感谢耶稣，诚做我的救主，互我会当得到救，互我死就是死，嘛会有毋茫。总是大降节，毋若是安尼，伫纪念耶稣的降生尔，咱嘛期待耶稣搁来。总是咱即马愈来愈知影，圣经伫甲咱讲的，耶稣要搁来时，已经毋是咱所想象的安尼完全的平安，因为迄个平安内面搁带有上帝要对咱的审判。即个审判听起来介严重、介可怕，总是简单来讲，就是上帝会透过看咱的行为来用伊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咱。咱毋望耶稣来时是用笑面来看咱，也是用悲伤的面来看咱，也是用生气的面来看咱，迄个是诚做审判。第二礼拜是用信心备班来迎接主。亲兄弟，信主到即马，到今年即时，你敢有信心会当迎接你的主？你有信心吗？这个信心是啥物呢？就是你敢有相信，你真正对耶稣基督遐得到救赎？你敢有真正相信上帝伫照顾你，伫你生活每一件代志？你敢有相信耶稣基督真正为着你死去啊？你敢有真正相信圣神伫你的心肝头内面，互你有气力去面对种种的苦痛、种种的困难、种种的悲伤？你敢有相信？最近有一部韩剧叫做《黑道律师文森佐》，可能咱中间无人看过。来，有看过的请举手一下，听过这部片子都没有嘛？哈，对。好，咱若讲超人，可能就知影。超人应该嘛有看过。咱对以前到即马，对看戏、看电影，上较爱看啥物？就是看到歹人伫欺负好人的时阵，安那骂伊几句，啊讲掠去关啊，掠去关啊，互伊死啊！判死刑啊！看电影的时阵、看戏的时阵，定定落安尼。若是看到有人受到委屈，嘛是毋望迄个人会当得到伸冤，会当得到公平的对待。若有人互人欺负，咱嘛毋望即个人会当得到救。看戏的时是安尼，生活的时嘛是安尼。我拄仔所讲的迄个电影，迄出戏所讲的嘛是安尼。讲到一个公司，伊为着要趁较侪钱，伊做一个药厂，伊做药仔，做止疼药仔。因这个止疼药仔内面有放毒，
要互所有止疼的人食着迄个药仔了后，会调咧，哪食哪重，哪食哪重，到后壁不得不食因出的迄个止疼的药仔，因为食其他的都拢总无效啊。总是食到后壁，因为迄个药仔本来就是毒，所以食到后壁就是安那会死。药厂内面伫做即个药仔的，因遐的工人拢知影即个药仔有问题，总是毋知影问题伫倒，因为伊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主管知影即个代志，总是下骹伫做工的人，伫做药仔的人无一定知影。到后壁要卖药仔的时阵，有个人知影，因为伫做过程中间已经有人闻到迄个药仔，定定伫迄个药仔伫做中间已经中毒，所以伊嘛伫怀疑。即个律师就是知影即件代志，伊要去甲即件代志去告即个公司，互即个公司会当受到正确的审判。总是即个过程中间，有的家庭伊已经用着即个药仔，嘛已经死，因的亲人嘛已经过身去啊。总是伊毋敢出来安那，毋敢出来做证，因为因讲安尼，迄个做药仔的工厂公司伊有摕钱来赔偿，安尼就好啊。因为去告是告袂赢的，所以因就毋爱。总是因的心肝头敢无想要即个公司来受到审判，来互因过身的亲人来得到完全委屈的即个真正正义的对待。迄毋是委屈尔，迄是性命。因的亲人因为安尼，本来伫破病、伫疼的中间需要迄个药仔，就已经介可怜啦。结果食着迄个药仔以后，阁死。伫做药仔的过程，本来是想讲会当救人，结果即个过程嘛死。所以伫即个中间内面，侪人毋望即个律师会当成做一个好的结果。总是即个律师其实，伊嘛是意大利的黑手党出身的，所以伊嘛用以恶治恶，伊用因的方式来对待即个公司。到后壁当然都是正义得到伸张。想要讲即个故事，即个故事伫即个世间，伫即个世界，定定都亲像咱所拄着的。圣经伫甲咱讲的，对着怨恨咱的人，即个对着甲怨恨咱的人，有当时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因会当得到好处；有当时也是无缘故的，就是甲咱其实无直接的关系，是甲别人中间的冤家。煞去害着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讲即个疫情嘛是安尼。当咱讲即个病毒本来是对倒来的，有可能有人讲迄是生化武器啊，有的人讲迄个就是天然的、大自然的反扑。不管是啥物原因，总是伊的过程，伊的结果是，互人爱面对着啥物？面对着伫黑暗中间对死亡的无盼望，会惊吓。遮个是今日圣经所读的，上帝安排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拯救对死亡中间无盼望的人。上帝毋若陪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正做拯救。伊阁陪伴一个陪伴耶稣基督的路的人，约翰。
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是约翰的老爸所讲欢喜的、赞美的、宣扬上帝救恩甲旨意的诗歌的祈祷。即个真做讲是先知的话，伊是得到圣神的充满才讲出来的。即个约翰是备办耶稣的路，耶稣的救赎，备办。约翰是安怎出生的？约翰的老爸甲老母对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会当看见，因已经老啊，总是无囝，因为袂生。因是伫祈祷的中间又搁祈祷，望的中间失望又搁祈祷。当天使出现的时，甲即个约翰的老爸就是撒加利亚，伊是一个祭司，甲伊讲上帝已经听见你的祈祷，伊的啥物祈祷？因两个望会当有囝的祈祷。望有囝的祈祷，即个望有囝，对因来讲是足大的望，因为无囝，直到伊丽莎白，就是约翰的老母讲，伊伫众人的中间，互人看袂起，无法度徛伫众人的中间，嘛无法度得到祝福。大家嘛会认为这是上帝无赐福，因是安尼伫过因的一世人，一直到老啊，照例撒加利亚伫服侍上帝伫圣殿的时，伫烧香的时，伫祈祷的时，天使出现，甲讲上帝听见你的祈祷。伊伫黑暗中间、无望的中间，看见上帝光，看见上帝救恩，看见上帝使者，天使来到伊的面头前，甲讲：上帝听见你的祈祷，要互你一个囝。这个囝毋若是一个囝尔，伊是一个大人物，伊要备办后壁上帝救赎头前的路啊！这是偌尔大的任务，偌尔大的责任，就是一个祭司伫服侍的过程，看见天使，伊所表现的，迄时毋是欢喜，是惊到要死。讲若有即个代志，你是啥物人？哪会安尼？迄是伫圣殿的，伊伫烧香，伊伫服侍。伊的职分，伊的身份，诚做一个无应当怀疑、应当爱有信心的人。结果伫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互天使甲伊讲即个好的消息的时，伊竟然是足惊的，伊惊遐伊喵喵喘。总是即个过程后壁，咱看见。当撒加利亚伫讲今仔日的即个圣经节，伫讲伊的欢喜，伫宣扬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旨意的时，伊的心是得到透放的，是伫婴仔生落来啊。伊毋若是甲众人讲，这是上帝的旨意，伊嘛甲即个婴仔讲，你的出世是上帝的旨意。以后你就要做备办主的路的迄个人。这个过程，伊要讲啥物咧？你要拯救啥物人？要拯救，互上帝拣选要拯救的人，是以色列上帝百姓。当迄个天使来甲即个老爸讲的时阵，讲即个囡仔生出来要叫约翰，
要互伊做几项代志来避犯主的道路。要做啥物咧？伊要互老爸甲囝儿中间和好，伊要互行歹的人越倒转来行正确的路。伊要互人会当看见上帝应允。迄就亲像上帝先知所讲的，弥赛亚来的时阵就要做的代志，要互父母甲囝儿的心斗阵，要互上帝百姓的心甲上帝的心斗阵，要互人甲人中间的冤家委屈无去，青面的要互伊看见，歹歹的要互伊通行路。遮个是人所毋望的，伫黑暗中间对死亡无毋望啊，对性命无毋望啊，会得到救。日头的光对天顶照落来，亲像大光共款。这是一个救赎的应允。总是对人来讲，听起来安那介远介远啊。煞到头前去要看这个救赎是啥物咧？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所讲的嘛是共款。上帝听见恁的祈祷啊，伊要我来带恁出埃及，伊要来拯救恁。伊要来做恁的上帝，互恁知影，伊迄时甲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伊还阁记咧。这个过程内面有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互伊一个应允，甲伊立约。刷落来，伊会记哩这个约，伊嘛爱伊的百姓会记哩。看见伊的百姓伫受苦的中间，伊甲这个应允提出来，拯救伊的百姓。上帝救恩是伫有需要的人的中间，是伫上帝所拣选的人的中间，是伫拣选的中间避犯伊家己所有要拯救的。上帝救恩是安尼一步一步照上帝的旨意伫完成，照上帝的旨意伫完成。完全要显现的、要显出的是啥物？是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成做人的性命。人的性命的延续。是上帝的话，上帝的救赎。遮个人是上帝的百姓，因会记哩这个约，因嘛对上帝来喊话、来祈祷。当撒加利亚安尼甲伊的囝、甲伊的婴仔安尼讲，以后对伊的囝伫长大的过程，伊嘛犹原爱教伊成做一个祭司，爱安怎做？体制是啥物？规矩是啥物？你就爱安怎服侍。备办，互伊这个囝做伊一生应当爱做的代志。对遮。这几个，咱来看，亲兄姐，你敢有看见上帝救恩伫你的家庭内面，伫你的生命内面？你敢有看见你是上帝所备办的约翰？你敢有看见，当你祈祷要互一件代志对上
上帝遐来得到应允的时，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你的迄个祈祷诚做陪伴主的道路，陪伴主救赎的路，你就是约翰。你是为着安尼来出生的，你是因为安尼互上帝拣选的，你是安尼来甲上帝立约，要互伫无毋茫的人的中间，互因看见上帝的救恩，互因看见上帝的光，互因会当得到救。你敢有看见你家己的身份是安尼咧？你敢知影传福音互你的人，伊嘛是迄个约翰，伊嘛是伫陪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伊嘛是安尼伫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上帝赏赐撒加利亚这个囝，伊甲吩咐所有的酒拢毋通啉。迄是有一个要求，诚做服侍上帝的人的要求，祭司的要求。咱即马无啥知影祭司互上帝安怎要求。圣经头前，摩西，咱讲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申命记、民数记。头前五卷册拢是诚做会当看见上帝救恩、上帝要求、上帝的立约的记载。上帝要救一个人，伊是有要求的。你爱看见你的需要，你爱愿意称伊做你的上帝。你爱相信伊，你爱接受，这个救恩才会完全临到你。当你看见你家己是诚做约翰的这个身份的时，其实迄个身份就是伫讲上帝救赎的恩典。伊的旨意，伫你的生命中间，要传互其他的有需要的，上帝已经拣选的，上帝要救伊的人。亲兄姐，你敢有为着什么人来陪伴你家己？陪伴你家己，诚做一个祭司，诚做一个约翰。咱即马伫讲众人皆祭司，逐个人拢会当对上帝遐来祈祷、求讨、服侍，总是敢有看见上帝的要求，迄个圣洁的要求。对约翰、对祭司的要求是啥物？咱伫圣经内面就有看见，约翰就是袂当啉所有的酒。总是对基督徒来讲呢，对基督徒来讲，咱所要陪伴的是啥物？若是咱所陪伴的是信心，就是你已经相信这个救恩伫你的生命内面已经完成啊！你已经诚做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的百姓，你嘛会当甲上帝的救恩对你的喙宣扬出去，诚做上帝要完全拯救伊所已经拣选的人。
这个信心真做迎接主耶稣过来的功课，嘛是真做一个要求，咱敢有已经准备好啊？当咱知影咱的身份是陪伴主的救恩临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咱阁爱知影啥物人是需要的，啥物人是需要的。咱爱知影咱身躯边的人，啥物人需要。这个传福音毋是甲讲耶稣是上帝的囝，伊疼你安尼尔，毋是啊。咱就要知影伊需要啥物。对撒加利亚来讲，伊所需要的是一个囝；对伊丽莎白来讲，伊所需要是伫众人的中间，会当互人看见上帝赐福互伊啊。这个拢是生活，是生活，是人生。总是因的祈祷，上帝有听见。所以当咱要去宣扬的时，要去传，要去讲，主耶稣疼你的时阵，爱知影伊需要啥物啊？你要安怎知影伊需要啥物？你爱听伊讲，听伊讲故事，讲伊的故事。请兄弟，你敢有听过你的厝边隔壁的故事？也是伊的故事中间，其实就已经有你啊。你伫上帝要拯救的人的人生的中间，你嘛是伊的故事，你是伊的故事，你会当真做伊的帮赞，啥物帮赞？互伊知影上帝会当听伊的祈祷，上帝嘛会听伊的祈祷。上帝已经听伊的祈祷，伫这进前，咱是毋是就应该爱先去体验上帝有听我的祈祷无？上帝已经听我的祈祷啊！我才有法度去甲别人讲，上帝会听你的祈祷，上帝已经听你的祈祷。当咱的祈祷、咱的需要伫上帝面头前，无法度去确信上帝已经听，我嘛无迄个信心，上帝有听，我嘛无迄个信心，上帝已经听。我是要用啥物来甲别人讲？上帝拯救你，上帝疼你，上帝听你的祈祷咧。足困难，咱所讲的其实没有任何的立场。若是咱家己的信心都无够，哪有法度甲别人讲？你就来信，迄个会当拯救你的。咱的信心拢无够，咱要安怎来过这个圣诞节？要安怎来报佳音？迄无怪咱一摆一摆，愈来愈无感觉圣诞节，哪来哪感觉冷淡？因为咱家己无掠着的，迄个神甲救恩，伫咱的生命中间已经发生咯，已经发生咯。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咱已经领受过洗礼，咱的身份是对上帝遐已经受到拣选的，咱已经对上帝遐来得到救恩啊。是安那咱的信心也无够咧？无法度对家己来讲，我的祈祷上帝有听，上帝已经听咯。直到我会当甲我身躯边有故事的人，伊的艰苦，伊的无毋望，嘛来放伫祈祷的内面，嘛甲鼓励，甲讲上帝会听你的祈祷，上帝已经听我的啊，上帝的确嘛会听你的祈祷。你就甲求，你就甲求，我嘛是安尼求，我嘛是安尼求。我求一摆、两摆、三摆，我对我的上帝有信心，因为伊是听我的上帝。我已经受到拣选，
我是伊的囝儿，你嘛会是。上帝疼伊所有创造的人，伊嘛要拣选所有伊已经创造的囝儿，总是人敢有法度去相信家己已经受到拣选，敢有法度去相信上帝要救我，敢有法度想要去接受上帝甲我是有关系？有需要的人，咱就爱去听伊的故事，才知影伊的需要是啥物。听故事，毋若是伫生活中间听厝边隔壁的故事，咱嘛爱伫教会内面，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来听因发生的故事。爱用咱的时间，用咱的性命去听伊的故事，听伊的需要。定时来听咧，查经班伫分享的时阵会当听着，祈祷会的时阵会当听着，礼拜煞的交易嘛是会当听着。搁较侪，啥物是会当听着？你若敲电话问伊讲你啥若无来的时阵，嘛会当听着。遮个拢总是咱会当甲已经备办好的信心宣扬传达的机会。咱的确爱先知影咱身份亲像约翰共款，备办主的道路，主拯救的路，伫伊拣选的有需要的人的中间。这个拣选是有需要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有需要，上帝毋望伫无毋望的困境中间出来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咱敢有看见安尼的人？咱敢有看见安尼的人？咱就爱祈祷。用上帝已经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救恩，用安尼的信心来宣扬啥物咧？婴仔，你嘛要称做至悬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头前来备办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得到赦罪。就在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头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亡的中间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迄个平安是和平，人甲人中间有和平，父母甲囝儿的中间有和平，已经冤家的人的中间有和平，已经切断关系的人的中间嘛会当得到和平。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主，阮备办阮的心，用信来迎接你的过来。阮相信，阮已经得到救。阮相信，阮的身份，你备办你的救恩，临到有需要的人。阮用信迎接你的过来。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互相勉励，
即时咱要来念圣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的倚靠，所寻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害，阮一切挂虑由你来讨教。圣诗113首，请咱起立来念第1节、第4节、第5节。起立。咱要来奉献，请一节结束甲小个结束来书写。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收报。咱报告事项，今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礼拜，咱点到第2支的知识雅节，象征就是预备信心，咱将预备主的路，互人会当刻慕耶稣。第2。后礼拜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
总会团伙会有委请华中心牧师去前来请安报告证道，请咱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后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预留时间来参加。第四，12月25日礼拜六暗时6点，圣诞爱宴，午饭一糊一菜。爱宴后暗会进行教会历史影片的回顾，邀请兄弟参与提供活动的节目，像献诗演奏等等。欢迎亲朋好友同齐来庆祝耶稣的降临。第五，咱教会有订立2022年月历，要精选每一位的会友，放伫后壁招待处，请咱家己来提。愿主祝福2022年阖家平安，主恩满溢款。第六，咱拜五查经祈祷会目前已经查考到进度查考即个经验，咱用伫分享甲祈祷，请兄弟做伙来建造生命。欢迎邀请需要即个祈祷的朋友，来斗阵来参加。第七，咱即个全国疫情依然是维持2级警戒，虽然讲扩大解封的范围啦，但是我若有住过2剂啦，同款还佫会确诊染疫所以请咱兄弟依然要共同遵守即个防疫的安全相关规则，咱彼此守护。咱来看咱这边的聚会活动咱拜六礼拜日的圣歌美练唱是上午8点45分，拜四查经祈祷会是上午10点，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咱即礼拜要读的经节，咱家己来看，先会使先来预习，若有啥物问题当空会使请教牧师。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咱家己来看，若有预标的会使向我也是书面指示来订正。咱来看圣感事奉咱即礼拜交代是社保者甲高长老，插伙是书面指示青少年应用者。咱后礼拜讲道是华中心牧师，书画杨长老，司琴是谢文老师听唱是李信兄，书言是义节执事甲吉南执事，交代是谢崇姐甲玉兰英，插伙是江老师，清扫是玉兰姐。咱下面有一个教改消息咱家己来看。咱若有以咱家己的即个感动来关心甲代祷，也是用行动来支持即个公投的投票咱即摆来看咱后壁的迄个本周的经句，我先来读一遍，咱等下用台语版来读2遍了，再用华语版来读一遍依照到约旦河的四方，凡反悔洗礼，互人得到赦罪。路加福音3章3节，咱斗阵来读。依照到约旦河的四方，凡反悔洗礼，互人得到赦罪。路加福音3章3节。依照到约旦河的四方，凡反悔洗礼，互人得到赦罪。路
甲福音3章3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路加福音3章3节。这是咱大家同班坐咧愿意来用咱四周围的名字来互相请安。咱下面要请牧师来带咱讲道。讲到进前，咱有一件代志要特别祈祷，咱的小丽姐甲伊先生今天有来吼。小丽姐伊12月13号要住院，然后要预备开心脏的手术，所以之后会有一段时间要休养，那这个心脏的手术是很大的手术，所以咱特别为着伊祈祷。迄个是进前伫伊的身躯有受到感染，然后感染的过程当中反复，伊的细菌就走去伊的心脏，伫心脏遐生一个物件伫食伊的瓣膜，所以即马就是一定爱开迄个刀，心脏开刀无法度用微创嘛，一定爱规个要锯开来，所以这个是足大的刀，咱特别为着上帝来求上帝保守小丽姐她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也是很感谢主，因为上帝有派遣天使去载他们来。好，江老师今日是有请假，伊讲伊有代志，所以其他若是咱无看到的兄弟姊妹，咱有想要打电话来关心的，就主动来关心，听因的故事，为着因来祈祷。咱进入讲道的时间。
时，请咱大家起秒来吟上扬的诗，圣诗393首。阿罗全能恩典主宰，万族称呼，感谢跪拜，提醒圣神，公义仁爱，尊荣称赞颂赞，直到万代。圣诗393首，请咱大家来吟。让我们一起领受来自上帝的赐福。愿拣选你们的上帝的怜悯临到你们，愿充满撒加利亚及约翰的圣灵充满你们，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让你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宣扬主耶稣再来，给予他所拣选的百姓的救赎福音，让众人在上帝的面前看见上帝的救恩，从今时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